欢迎收听12月21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诗篇81篇。诗篇81篇，我们今天祷告的经文就在81篇的第1节，要向卫护我们的上帝欢呼，要歌颂雅各的上帝。我们要向卫护我们的上帝来欢呼，要歌颂雅各的上帝。这是因为上帝他总是保护保守我们，有从他来的平安。而当我们向上帝欢呼，这代表我们不把上帝所赏赐的平安视为理所当然，这也代表我们把上帝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说出来。所以在每一个礼拜，我们在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组彼此在 RPG 祷告，一起在读上帝话语，一起在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在向这位保护我们使我们有平安的上帝欢呼，我们就在向他来歌颂。在今天的这个诗篇呢，81篇是一首敬拜赞美的诗。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在住棚节甚至是逾越节的时候来吟唱这首诗歌，因为他们再一次透过吟唱这诗歌的过程当中来数算上帝在历史里面对他们做的这些美事，也再次想起这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那我们的心就会更多来投靠他。而我们回到这个诗篇本身的内容里面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这跟许多人的经验很像。你有没有那一种你正在敬拜赞美，或者是你祷告到一半，你在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时候，你突然有一个领受，你突然有一个启示，那个可能是一个意念，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画面。而在今天81篇里面，从第5节往下看的时候，这个诗人说了很奇妙的事他说，我听见了陌生的声音说，好像他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有一个对象回应他了。而这对象我们当然知道是谁啊，就是上帝。因为透过今天的内容，我们也知道是他来回应了我们在敬拜赞美中这些数算恩典的想法跟声音。在这里面呢，上帝回应到，我把你肩上的重担移去，我使你放下装满砖块的篮子。这不就是过去在埃及为奴之地这些以色列人整天要做的事情吗？接着说到，你遭难的时候呼求我，我救了你，我从风暴中的隐秘处答应你，我在米利巴水泉边考验你。这不就是在出埃及进入到旷野之地，特别这个米利巴水泉，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来到旷野之后，发现没有水喝，就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唉声叹气，在那边哀求，甚至有一种形容说他们在那里抱怨，上帝真的是带我们来这里死吗？我们没有水喝了。但是在这里米利巴的这个水泉，上帝在这里让他们透过他仆人来领受这个水喝，在的看见上帝在过去施行的这些保护保卫，带领他们经历有平安，生命安全无虞，甚至真的是满满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领受到不仅是这个上帝透过历史的事件提醒他们他过去的这些恩典，更是继续讲到现在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那他对我们的期待呢，接下来往下看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多么希望我们就是单单的来听从，来顺服，来跟随他的心意，跟随他对人们的心意。什么样的心意呢？
是不敬拜别的神的心意，是单单的顺服神的心意，是面对到这些仇敌，面对到这些敌对者，甚至面对到这些强势，这些迫害的集权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是朝着上帝。上帝要亲自来作王掌权，因为他是维护我们的上帝。在今天的第一节，已经把今天整个诗篇所要传达重要的信息，已经向我们来显明了。那我们是否有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呢？上帝他要来保护保卫我们，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任何地方来找，而是要来到他的面前。而我们在这里欢呼喜乐敬拜赞美，是因为我们要再次来宣告上帝的作为临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要再次来盼望上帝的作为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让我们去经历它。敬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是只是我们唱唱歌好像上帝有听到这样就好了，而是真的在敬拜当中，我们会领受到很多很多从圣灵来提醒的声音，安慰的声音，医治的声音，甚至是掌权的声音。不论我们在这个节期经历的是让你觉得很高亢，很兴奋，很被祝福，还是在这个节期你的生命充满挑战，你的生命需要平安，我们都要像这个诗人一样，我们就来赞美欢呼我们的神，我们就来歌颂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护卫我们的上帝，他是带领我们的上帝，他期待我们来回应他的恩典。你期待吗？你期待先来跟随神，让神的平安临到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领受从你来的福分，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更能够透过诗篇81篇过去认识你的人所写下来，今天持续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些历史的记忆，这些分享，这些见证，再次归荣耀给你。主啊，你是过去现在未来持续保守我们，赏赐我们平安，作王掌权的上帝。主，我们要将我们所在的处境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国家所遇到的任何一切挑战，主啊，我们都要仰望你，唯有你永远掌权，也唯有你得胜再得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欢呼。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因为他是护卫你，保卫你带领你有平安的上帝。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